小心思地扮演上情景式演講，圖個3號範例。各位評判先生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1號，今晡日我要演講嘅圖個係編號3號，小心思地扮演上，小心思地扮演上。第一個天時當好嘅下晝頭，有幾隻同學佇學校嘅運動場搞球嘅，運動場嘅四周圍有種當道嘅樹嘅，有陣時風吹過來涼沁沁嘅，十分舒爽。一群同學走上走下，從上跌落，搞到規則運動場鬧熱煎煎嘅。今晡日阿明無去運動場撈同學搶下搞，因為佢報名嘅唱歌嘅比賽，故所愛把握下課時節加練習幾擺嘅。阿明笑眯眯嘅唱定，青翠嘅森林油嘅花就是油桐花。顯顯風上課嘅鐘聲響，但係同學總下搞到狂踢無人聽到。阿明實轉頭向等同學大聲喊：上課了！幾道同學聽到錯大驚，規群嘅上爭中等轉教室。阿明未停等一群同學中轉教室，唔過佢走踢腳無聲意彈到，兩隻腳切頭路溜皮。阿明哀唧唧講：喊痛啦！轉到教室過後，先生講：今晡日阿明桌上嘅事情，愛來提醒各位同學，下一擺就算係鐘聲響咧，咩唔好用走嘅。老古人講：小心思地扮演上，安全第一輕重要哦。什麼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